我们今天来讲的话，首先要教大家一个就是不用油，然后在家里很简单处理的鱼的料理，这是在日本家家户户都会有的。那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们今天使用的一些食材基本上来讲，鱼不管是整条鱼或半条鱼，或者是块状的鱼都没关系。好，那当然就是我们主要它的新鲜度来讲，我们稍微保持一下。那我们今天选用的是青鱼，那我们是取半只的一个鱼种，然后在它的表皮上稍微划刀。好，鱼的部分完毕了以后，我们要用一些蔬菜。好，蔬菜的话，我今天挑选的话就是红萝卜，青花菜，就有红有绿。好，那红萝卜这边来讲，你可以把它切成是一个圆柱形。可是这边来讲，在炖煮的过程当中，我会介绍大家就是说，炖煮的东西，如果你像要煮汤啦，或者是炖煮长期的东西的话，地根类的植物，如果你没有把它的边边稍微做一个修整，它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汤汁变浑浊。哦，是哦，因为它零零角角的部分是不是会比较快熟？比较快熟的时候，它在碰撞的时候，它就会把汤怎么样做浑浊掉。所以我会把它这边的边边角角稍微零零角角的地方把它修整一下下。对，当然我们直接用小皮刀把它修整完毕，就大概有一点点的弧度就可以了。对，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哦，这个是原本没有修的部分，对，没有修整，就是我们然后我们切齐的。祥富呢，把它呢修的这个圆弧。他说，其实你这两个不一样的放下去煮的时候呢，这个会让汤浑浊，这个不会。不会。OK。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牛蒡。其实牛蒡大家很喜欢用，可是牛蒡来讲，其实大家煮起来都很难吃。对，很不知道怎么让它煮得好吃，因为它有带一点点的地根类的味道，而且它的味道来讲是属于那种有点像中药的那种感觉。对，那大家也会认为说，牛蒡来讲是不是它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技巧？那我现在跟大家讲说，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直接用削皮器直接削皮，是好，或者是说像我会保留它的香味，因为我今天炖煮的鱼种里面，我用牛蒡来讲可以压住那个鱼的那种腥味，然后让牛蒡跟鱼的味道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利用刀背的部分，将我们的皮，直接这样刮除就可以了。你看刮除过的皮它就这样，其实它的皮很薄，它其实不会很深，而且它的牛蒡的香味会比较浓。真的耶！对，它会比较浓一点。所以其实牛蒡，你看它以为它是厚脸皮啊，其实它完全不是，大家都对它非常的误会哦。它是比较粗糙没有错，但是它绝对是属于皮很薄，很害羞那一型的。你稍微一刮，皮就下来了。对，千万不要再拿那个刮皮刀因为我觉得这样也很可惜。为什么？本来我们一只长得像甘蔗，再削下去就像筷子了。而且牛蒡来讲，其实对人体身体很好，它有很丰富的铁质，然后还有一些它的一些抗氧化的部分。对，好，我们将要把它分成一个3个小阶段像这样3个小阶段，然后一样把它切成条状，条状。那你看因为牛蒡它为什么会黑得很快，就表示说它里面的铁质非常非常的高。它一遇空气以后，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就有变色，就会氧化。这个旁边的部分一样，就是把它的一些零零角角稍微零零角角也要去掉稍微修整一下就好了。因为基本上只要是地根类的东西，都是会有一点点的像这样的程度。好，那我们今天来讲煮的鱼我们直接将鱼不需要热锅对，直接冷锅冷锅直接下，然后呢，我准备的水水，再来清酒，清酒。用米酒不行米酒的话，你可能量数要少一点对，因为它的酒味就会很重。再来糖，所以要用日本的清酒就对了。对，清酒的话，因为它本身来讲，它的酒精比较低一点，但是甜味会比较米的香味会比较重。对，好，糖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先开火，再来我们要放主要的牛蒡，因为牛蒡这个是为了要让它里面的汤汁变成比较有跟牛蒡的香气会融合在一起。再来红萝卜，这个比较难炖煮的东西都用先下去。连牛蒡都要排队耶。对，然后花椰菜，那这个阶段是在我们的
过程当中是要做一个煮熟。我们这样放哦，我们就放一半，对不对？对。会想说，哎，另外一半怎么办呢？对啊。我们另外一半就是这样，在日本有一个叫盖锅法，哦，使用铝箔纸或者是像日本是用木头盖。对，没错，他们都用木头盖，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要让它利用泡泡，盖住的时候，让它在下面煮，就可以煮到上层，它就可以平均受热。哎，这个方法真的不错哦。我刚刚也在想说，那怎么办？那上面的呢？上面的等一下又不熟了哦，或者是说那个熟成呢会很慢啦。是，好，那铝箔纸的过程当中，你看哦，其实铝箔纸大家会用哦，事实上它有2层，对，这个是比较亮的，是，这比较暗色，好，这个是有涂层的，就表示说我们食物不是放在这里，是要放在没有涂层的地方，这个对，所以我们把它弄一个像锅盖的部分哈，把它折起来哈，尽可能给它。折到可以盖住整个锅面，好，整个锅面，好，那这样子，好，这样盖住。哦，然后贴在上面。对，然后你在贴的过程中，你看哦，我们是利用这个锅子的水汽的泡泡去煮它。你看它一下子它就煮到了。对对对，刚刚那个旗马上就翘起来了哈。而且它这个的话，你看哦，它盖住来讲，你保持一定的沸腾的时候。我基本上会保持在90度的温度，怎么看90度温度？就是它在沸腾的当中，而不是很大火的滚到溢出来。那我们为什么不用盖子嘛？盖子来讲，你看哦，我们若用盖子下去的时候，所谓盖子下去的时候，它的水蒸气一直在里面，它里面的水分不会挥发掉。我们炖卤肉。我们如果要把肉汁收干，如果盖子，你再怎么盖，它就是不会干。你看哦，我们这样看，你看鱼已经开始煮得很漂亮了。你刚刚切那个十字的部分，它已经更开了。对，没错。好，那这就是一个炖煮的小技巧。然后在日本料理的炖煮过程当中来讲，我们会将没有颜色的，跟糖或者是酒类或者是辛香料的东西放在第1层煮。第2层呢会放酱油，第3层会放味噌，最后1层才是放味淋。好，这个就是它的煮的一个顺序。大开眼界了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小秘诀啊，就可以让你的这个汤汁呢既收干哦，然后呢鱼本身呢又会熟哦。这个时候我们先将我们的花椰菜先把它捞起来，因为它如果再过去的话，它就颜色就太重，就不漂亮了，嘿。然后我们将上面里面的一些蛋白质的部分多余的就把它捞起来，然后再继续。对，让它再继续炖煮哦。第1层先让它煮熟，熟就好，包含牛蒡要熟，红萝卜要熟，鱼要熟。那时间来讲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可是因为我们用这么大的火在煮，其实它很快。对，你看。真的很特别哦。分层的时候，它第1层是煮什么？糖水跟水嘛，糖水的部分来讲，它可能只是把它煮熟，所以里面是肉质是白色的。第2层的酱油煮下去，就是附着在外面。第3层的味淋再下去的时候，它就有变渐层式的味道，而不是很单一，就是全部都煮在一起。所以现在料理界一直在讲说，这个味道是有层次的哦。对，有层次的。就是那个王师傅讲的。这个就叫做层次了啊。你看呢，我们这样煮的时候，已经颜色已经开始上去了，而且我们画的刀痕来讲很清楚。太好用了。再加上1层味淋，好，味淋加上去，好，你看到它开始有亮亮的感觉了哈。再把它收汁的酱汁的收干以后，它会更漂亮。好，待会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盛盘的哈。那当然，如果在家里喜欢吃的话，里面还可以加点什么，像豆腐啦，好，豆腐可以在过程当中让它炖煮，就让它裹上那个味道，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像白萝卜啦，烫好了白萝卜这些东西都可以下去，对，让它形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蔬菜跟鱼的拼盘。对，而且蔬菜真的很多哈，对，很单纯的这个味道。好，我们差不多这样子可以了哈，我们大概来讲来要盛盘。我最喜欢的青鱼煮完成。好。我们先让鱼先让它起锅哈，因为我们还要大概做一个动作，是将我们的酱汁最后收干以后，来淋上这个鱼身上面。那日式的一个摆盘来讲的话，我们会将我们的所有的一个蔬食的部分全部摆在鱼的前方。对。啊，我终于今天才知道为什么。在日本吃的这一些什么滚刀块什么都看不到，都这样圆圆的，好难夹哦。
好，你看到哈，我们一样把它就是分层啊，分颜色，把它摆得干干净净这样子。好，然后最后将我们的汤汁收好的汤汁，好，把它淋在鱼上面，然后淋一点点在蔬菜上面。噔噔噔，好，这个是我们呢王师傅呢带来的第一道这个紫煮鲜鱼哈，用非常这个就是营养的这个青鱼来煮啊，尤其像青鱼它又很油嘛，对不对？我觉得来煮这一道非常刚好，完全都不需要用油。